天秤座滿月到啦，你又知唔知呢一股能量會帶俾你咩影響呢？影片嘅最後，我仲會幫你睇下你嘅專屬能量添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呢一個滿月會令大家對於平衡啦、美感啦同埋人際關係有一啲新嘅啟發。佢提醒我哋要放鬆咁樣揾到生活裡面嘅和諧。滿月嘅時候，我哋做啲咩好呢？可以試下點一支蠟燭，冥想下，寫低一啲你想放手嘅負面情緒，或者同你重要嘅人好好咁樣傾下偈。呢一啲唔單止可以平衡你嘅內心，仲可以令到你哋之間嘅關係更加之好，更加之和諧。事不宜遲，以下有3組選項，選擇你有感應嘅一組。跟住我哋就嚟一齊睇下你嘅專屬能量係啲咩啦。選第一組嘅你，呢一股能量係好柔和，但係同時又好深，照亮你嘅人際關係同埋你心裏面嘅需要。呢一刻你好似喺一個轉變嘅時期，滿月嘅光幫你睇到一啲收埋咗嘅情緒同埋一啲未解開嘅關係。你可能覺得身邊嘅人際關係有一啲緊張，有啲人會令到你覺得好溫暖，但係有啲人成日都挑戰你，令到你覺得好唔舒服。呢一股能量推你去正視自己嘅立場，同時亦都令到你嘅心更加想追求和平同埋和諧。滿月話俾你知，你嘅內心係好注重公平呢一樣嘢嘅，但係有時亦都會太過妥協自己。你而家嘅狀態有啲搖擺，好似企喺天平嘅兩邊，想平衡自己同埋其他人。呢一次嘅考驗係要分清楚邊一啲關係值得你投資，邊一啲係值得你花時間去經營，而邊一啲又係要放手。你要俾自己清晰嘅判斷力，向住真誠同埋平等嘅方向前進。選擇第2組嘅你，今次天秤座嘅滿月會為你帶嚟一股好清晰嘅能量，好似一塊鏡，睇見你嘅人際關係同埋你嘅內在狀態。你可能覺得有一股力量推你重新睇下身邊嘅人同埋你嘅定位喺邊。滿月會令到你好想追求和諧，但係亦都揭露咗一啲你生活裏面一啲唔平衡嘅互動。你而家嘅能量有少少亂，可能係喺取悅人哋同埋滿足自己之間拉扯，對方嘅狀態其實同你好疏遠，同埋係一個好被動嘅狀態，亦令到你覺得呢一段關係有好多不確定性。呢一個滿月嘅能量帶嚟嘅情緒起伏，係俾你嘅一個考驗。你要面對內心嘅不安，決定點樣調整關係嘅狀態，要有勇氣同埋耐心，更加了解呢一段關係嘅本質，先至可以令呢一股能量變成你轉變嘅機會。選擇第3組嘅你，天秤座嘅能量好似一陣風咁樣吹散咗你心裏面嘅迷茫，同時亦都令到你睇清楚人際關係嘅真相。你而家係喺一個反思同埋放手嘅時刻，滿月幫你睇清楚邊一啲關係係幫緊你，而邊一啲令到你覺得非常之攰。當下你可能覺得有壓力，因為可能有一啲唔好嘅關係，但係你仲係好努力咁樣想維持表面嘅和平，忽略咗你內心真實嘅需要。其他人做咗啲嘢，可能令到你覺得非常之失望，激發你想要重新評估你同佢之間嘅關係。呢一股能量帶嚟嘅情緒波動係你嘅考驗，試下可唔可以喺亂局裏面揾到方向。你要俾自己有決斷力，放低一啲唔再適合你嘅嘢。你嘅專屬能量係咩？而你又想採取啲咩行動？留言話俾我聽啊！